小代價還是大災難？近日美伊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後，同盟關係首次出現重大裂痕。美國政府對以色列大規模轟炸伊朗燃料儲存設施表示不滿，認為其行動遠超預期，恐引發油價飆升。特朗普則對外宣稱，消除伊朗核威脅之後嘅短期油價波動，對全球安全和平而言係非常少嘅代價。呢番言論暴露咗美伊既勾結又各懷鬼胎嘅本質，而呢一場衝突引發嘅地區失控、能源短缺，對世界而言絕非小代價，實質係美伊將戰爭嘅風險同政治私利轉嫁俾全球。軍事打擊一週之後，霍爾木茲海峽近乎封鎖，多個海灣產油國被迫減產。3月8日，布倫特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，最高價達119.5美元。華爾街日報稱，其正引爆自上世紀70年代以嚟最嚴重嘅能源危機，嚴重威脅全球經濟。能源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產業鏈，航空燃油一週內飆升80%，航班取消，空域管制頻發，全球供應鏈面臨斷裂嘅風險，物流同商品價格大幅上漲，資本市場劇烈動盪，加劇咗全球經濟嘅不確定性。發展中國家受衝擊最甚，多個緊急應對。緬甸限行節油，泰國凍結燃油價格，菲律賓推行節能措施，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等能源進口國處境艱難，不僅出台各類節能政策，仲可能被迫捲入能源競標大戰。更嚴峻嘅係海峽封鎖引發大宗商品連鎖反應，威脅全球糧食安全。印度多地嘅化肥廠亦都因為能源短缺減產，化肥產量不足，或者危及包括印度在內多國農作物產量，進而威脅全球糧食安全。呢一場危機唔再係單純嘅油價波動，而係從能源到製造再到農業嘅全產業鏈崩潰。美伊嘅分歧源於雙方戰略目標差異，美國擔憂油價飆升損害自身利益，以色列則急於清除伊朗嘅威脅，雙方均以私利為核心，無視衝突俾全球帶嚟嘅代價。全球多數國家同普通民眾已經淪為受害者，承受住能源等價格嘅上漲風險。美伊嘅霸權行徑亦都引發國際社會廣泛嘅質疑。目前呢一場由美伊引發嘅危機仍然在蔓延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困境未改，國際社會尚未形成統一應對方案，讓美伊持續激進，危機或將進一步升級，對全球嘅衝擊亦都將會持續。